各位关心咱的这个台湾转型正义这个议题吼的友志，今日咱真欢喜吼，咱而且来甲台湾报修协会合作吼，做伙来举办这个台语沙龙讲座，邀请台湾真女士吼，来讲台湾人，也是讲台湾应该要有啥物款的纪念日这个议题啦吼，这是转型正义真基本的吼一个议题，咱真欢迎见讲，也真欢喜讲咱真济吼，会当对中华吼来甲咱分享伊的看法安尼吼。阮真济伫个这个1990年左右吼，有一张这个大家拢想讲是冲组嘛吼，伫个街头吼，也有创台建组织吼，有真济这个运动的这个参与吼。相信大家对伊是有真听过真侪代志啦吼。而且我敢若简单分享讲，当甲即个阮真济结缘吼，也是伫90年代以前，有一站吼，即个阮真济是我的讲师啦吼。迄人阵伫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吼，伊是副执行长，阮是做即个文宣部，是我工课安尼吼。我有一段时间。迄人阵对阮真济有感觉讲真济即个真刺激吼，真即个足有活力的真济运动经历拢是伫即阵啦吼。包括迄人阵90年代要无迄个总统直选吼，即种伫台湾要话嘛吼，所以人阵阮真济带头吼要去办一个活动，包含讲咱就是来办总统直选。咱有咱家己的候选人，咱推出候选人是讲迄当阵伊离开这个议题，虽然讲已经有真济一寡友志咧鼓舞，毋过就是其实民间对离开这个议题还阁真济禁忌吼。迄当阵我会记阮真济话，我用真济时间吼来串联全台湾无同所在友志，办即个支持办吼，迄个资料展。这原来是迄个时代来讲，就有开创性，也是有意义的代志吼。当然，阮真济革命事就讲袂了吼。阮像今日咱主要是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会当互阮真济来甲咱讲一寡伊对转型正义一寡代志的看法。事实上，阮真济伫真侪当来嘛，拍写伫个即个咱台湾近代历史吼，就是我访谈。我出版的刊文史嘛，做真济，咱即摆就我先来欢迎阮真济。在座各位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要袂进入主题之前吼，我介绍一下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其实伊伫戒严的时代吼，伊的事迹讲袂了吼，伊甲咱台语有关系，伊前几年，我咱几啊年，用几啊年时间，出一本足够的吼，迄个叫做台湾艺客仔话，吼，伊这台湾艺客仔话吼，话是家己想的，比如讲，有一条讲，咱大家来讲，讲新妇不好，叫做啥？公道，这咱欢迎你吼。因为遐伫后壁伊的事迹讲袂了，伊伫戒严时代，伊做啊写足侪文章吼，尤其写足侪底文，伊咧写的拢足底的吼，但是拢做袂了的吼，所以各位拢看到伊吼，都头壳毛咧烧啦。尤其是尾流美丽岛事件，大家拢了解的时候。伊出来选举，伊出来参选农民团体的立法委员。迄阵农民团体迄都稳袂掉的吼，但是伊就出来，伊写的文章迄差不多比这个悬，册伊的册出来册，所以当时
甲叫做迄阵联合报有一个专栏叫做包可华专栏，吼，啊，伊是人甲封做台湾的包可华，吼，就是讲话安尼讲，啊，尤其伊拢写足侪迄种，伊伫庄骹吼，伊也捌饲猪过，也捌饲迄个十姊妹吼，啊，我搁饲迄个金丝雀吼，啊，做啥物拢有，啊，迄阵啊，中华关议会吼，甲讲吼，讲伊是第一个引进迄个福寿的罪魁祸首啦。啊，伊阵，伊讲这是爱伊来讲，才较精彩吼。伊阵走去找甲中华关议员平济人的50几个吼，来联署证明讲，比搁较早无人引进福寿的啦。因为迄阵啊福寿的尾了，伫农村内底我是变做足大的问题吼。啊，本来中华关议会过去讲欠这排类啦吼，所以啊，伊足侪故事啦吼。啊，真正对台湾其实足有讲的，尤其迄阵戒严的时阵吼，啊，伊家咧算讲，迄阵想啊无家己去管吼，嘛足奇怪吼，啊都所以剩伊一个老高，伊全家己一个出来选农民团体立委嘛，吼，啊真正我足配合伊迄用咧遐安尼吼，到即马还咧写文章哦，吼，啊真正大家甲拍拍因为伊前几年，迄个即间有去开刀，所以伊即摆讲话有时啊声音发袂啥出来，吼。啊，若等下有兴趣的时阵吼，因为遐你再来甲大家小讲几句啊，吼。哎，安尼，今日我真欢喜哦！我想我坐咧，因为爱操作即个吼，啊，即个咱遮。大部真个老朋友、新朋友，啊，我嘛报告一个，甲这个，嘛有关系嘛无关系啦吼。其实就是今年的年初，郑州台先生，伊伫正月13，伊迄个新册发表会嘛吼，发表即个数理数到即摆已经48年，吼，48年到今仔日，咱台湾历史上足重要的吼，甲证明我拍清的即件代志。台湾人无几个知呢，吼，啊，所以阮即个为着伊伫正月13新册发表会，啊，结果正月30，伊迄当时拍唱的迄个伊的家后啦，吼，因前女女士过身去，吼，啊，过身了，大家才发现讲，哦，其实之前我著有听讲，啊，知影讲伊伫瑞典，啊，着迄个就是。人讲阿仔吼，迄个失智症的吼，啊有时我想讲，啊，伊的人生真痛苦吼，拢甲袂记，反说是较好啦，吼。啊，但是伊过身了，人就发现讲，数理数的事件，因为到尾了，两个主角拢走了嘛，吼。上清楚知影代志头尾，其实就是因前体啦，但是伊无留啥物件落来，有啦，伫咱的基金会内底有。用几篇台文，小可有写的，吼，但是几篇啊，但是都迄变做，迄是外口还是外口？伊所留起来的，都干那即几篇尔，吼，足可惜啦，足可惜啊！所以，即个代志了，咱足侪人吼，原来是刺激着啊，因为伫海外，迄代志发生伫纽约啦，吼，1970年伫纽约，中国要去迄个去纽约访问的时阵。啊，台湾的留学生吴文良先生甲拍唱，吼，拄好弹出去迄阵，拄去到迄个敬位吼，手安尼甲吐者，所以唱起拍去点头，伊个头壳顶遐吼。啊，你讲有惊无？绝对惊啦，惊一个后摆拢毋敢出国啦，吼，伊规世人了，伊改了转来，毋敢离开台湾，吼。啊，所以海外有真侪人还阁有迄个印象。啊，所以尾啊，阮伫4月，全因为정理的迄个追思纪念会伫3月，吼，伫瑞典遐。啊，美国迄边的蔡英文总统讲，啊无咱来甲办一个等于数理事件的一个纪念会啦，吼。啊，所以我今年有4月有过去遐，结果本来敢若洛杉矶要办，啊洛杉矶办了，有因选讲伊嘛要办，吼。啊，尾了搁去甲联络迄个3月5，吼，3月5嘛办，
啊，佫西雅图，西雅图，啊，尾迄啊伫板区份，等于你说即几个大都市啊，佫加拿大迄个温哥华，拢办5位有真侪同乡啊，逐个来，讲即摆煞来讲，叫我讲爱落去做即个数理事件的一个全面的访问啦，这代志足大条，这爱包括美国、加拿大、台湾、瑞典，这4位是重点，各位知影数理事件啦，数理事，你就敢若讲电子财，伊为着即个数理事件，伫美国、伫瑞典、英国，啊，佫转来台湾，伫4个国家为着共一个代志去关迄我看全世界敢若伊一个安尼啊，所以即件代志变做我即摆去美国转来，加拿大转来了，佫新一个人牵过，讲叫我爱来写这个，啊，等于讲爱去访问我同事者，因为住在遐，伊虽然伊有写真侪数理事件，啊，伊本身伊家己，但是因为伊都为着安尼去用关遐侪摆，伊关伫内底，人外口要讨人是找迄阵因某前面咧讨人啊，所以足侪代志伊无一定知啦，啊，所以即摆后壁过来就是即个代志，啊，即个代志我感觉着讲，就是甲咱即摆咧讲的迄共款，数理事件，伫台湾已经伫咧无10年，到底几个人知影？无人知呢，所以这足严重的啦，咱即摆先来进入咧主题，我看我用这是我家己的自我介绍啦，啊，这应该咱在座大家拢有真侪老朋友，最后毋免讲啥物讲着啦，啊，不过我着摕几张相片，大家叫大家斗分享。即张内底这个是，知影啥物啊？谢东閔迄阵咧做新主席啊，伊这个遐迄个手好带包咧，是叫王兴南炸弹荷包才炸起来，啊一手已经记到遮，啊一手遐个好带包起来，啊迄个这王兴南这事件无人知，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代志鼓励较侪人写咧，咱大家今日来听听朋友想想讲，安尼我会当来写了物看有法度大家斗写，无咱要补咱台湾70年来台湾人的历史补袂了，真正补袂了，爱较侪人写咧所以我拜托恁各位咱回来咱听听会感觉讲，这真正代志足严重的咱去找边个人，看咱有法度对台湾历史。即件即个看要安怎来斗补，啊，这就是迄阵我伫省议会的时阵，啊，即本册伫1977年，迄阵就是中个事件，中个事件进前，柯信良讲伊要选桃园长，我讲你要来调啦，你袂调啦，因为迄阵桃园区拢是迄款国民党管区啦，啥拢在骗，伊讲伊要选我我唔信，我无爱当甲你斗相啥。伊讲伊伫省议会，迄阵我伫省议会记者，省议会伊的发言，我就甲整理。所以这本册是我摕整理你的这本呢，这是这本册叫做《风雨之声》啦迄是迄个年度有选年度畅销书，这本绝对第一个畅销书，因为伊主要讲这迄个有版权，但是欢迎大家翻译。所以迄阵规个册量间台北迄条啥物重庆南路规条外口拢咧卖，拢卖即本啦但是拢无趁着钱，因为伊迄是别人家翻译的因为迄阵迄故事足济，你家己去 Google 看卖那假使毋知影的人但即本因为即本是一个足大的关键，所以伊尾来迄个选举，当然伊的选举就是迄阵这就特别事件，这上物件我有尔因为我其实我这两张我尾来有一张找无去，你知影尾来旧年小邱爱新区万兴伊要办迄个中个事件40周年的时，甲我讨这2张，结果我有一张我家己存伫迄个电脑内底，但是
原办迄大张的吼，龙办已经我着要去找啊，就去找落去吼。这就是编甲警察编车啦，吼。啊，伊迄阵啊选举伊一个策略就是讲，做票就是共产党，吼，啊打死共产党，拍死共产党无做啦，吼。所以迄个到尾了真正拍起，你若讲中个分钟吼，咱编车吼，这两张就是内底就是一个车要变啊就变吼。啊，了后去烧分钟，吼，所以到尾啊，国民党人毋敢做票，吼，尾啊有人甲讲过，伊伫咧路边咧田诶吼，讲看到迄一个票箱啊，吼，迄阵做票做伙一盘都也真无啦嘛吼，全个徛咧田诶，我啊你怎毋着甲捡起来吼，摆做着保护吼，啊所以这影响台湾真大诶一个事件，吼，啊了后我因为迄阵啊就是。国民党其实阮报社内底，迄阵我伫中央时报，吼啊，内底嘛足侪了白啊，吼啊，就讲去甲拍报告，讲我拢甲迄什物甲这党外人士吼，甲党外人士做伙啦，吼啊，所以就小报告一堆啦，我安尼我来做啦，吼啊，就去选举，伫台北市，啊，结果国民党嘛去叫迄个阮彰化人，因为我彰化人吼，啊，伫台北市彰化同盟会足侪。伊专去叫一个彰化人的新妇，吼，你知啥物人无？可能无啥人知，李宗贵啦，吼，救国团迄个李宗贵，CK 有因某，吼，听讲尾李宗贵为着安尼甲因两个翁仔某感情无好，听讲李宗贵讲吼，本来迄年要生囝吼，尾为着选举选着说全，毋知啦，迄是尾听人讲的吼，啊，所以迄阵啊。国民党人讲，本来伊是要叫一个什物明星花露水的头家啦，吼，是周文基啦，吼，啊，就因咧普利嗰种名啊，一票就当选，啊，我一个讲得出来，伊讲叫临时改人，改叫迄个李宗贵，吼，啊，所以为了考试人讲，那李宗贵出来去输伊哦，吼，啊，有人搁来找一个人，就去找大哥的，吼，这个大哥的，吼，大铁下的事件的主角，吼，才是叫迄个。啊，伊迄阵啊已经离开台大，吼，啊叫国民党撇开甲心情足歹，伊讲伊耳鸣啊，啥物啊，吼，我看就是迄个压力足大啦，吼，结果考试人就讲吼，古印啊，你如果站上演讲台吼，麦克风拿起来，你就搁活起来啦，吼，啊真正是安尼啦，即句话叫去甲刺激，传出来选举，迄个考试，迄个选到一半才停去，你知无？吼，这台湾有水来。选到一半，迄个若继续选来，阮两个拢调，吼，啊是讲阮两个拢调，但说我嘛比个都嘛赢去啦，啊所以这就是讲，啊迄阵另外人阮迄阵啊伫台大吼，台大对面遐吼，啊迄阵拢办，原来办即种小型座谈会啦，吼，啊这边倒边这，迄深圳迄就是杨贵啦，杨贵，吼，杨贵过身的时吼。因咧遐有甲写一首一个对联，你等下再念者，是你要即摆念一个，哈，因咧哈那我倒，我伊迄对联吼写啊足好，毋过我袂记啊，等下再请讲。这调伫伊的色变吼，两边就是因咧遐写，吼，这就是迄当时阮迄阵就安尼选吼，啊选到尾啊，啊这因为去阮的电饭总部。我无记咧，啊，当个人个招待吼，啊边仔几个迄种了白仔，阮的选举吼，选举的时代拢走来去做选足热心的哦，过足久才知影讲原来迄种了白仔，吼，国民党拢有一步，吼，真正拢有一步啦。你尾下才知影。尾下知影，这即个迄个吼，徛边仔咧看有无？穿一领皮衫的，迄就了白仔。哦，你听。啊，拢表示足热心的。所以阮迄阵咧选举都嘛安尼啊，啊你有时你知影，你有法度讲啊，啊我知影啊，伊可能毋知，啊伊就叫骗去啊，吼，国民党就即步啦，吼，所以这早期咧选举吼，大家小看着这，啊这个叫做民主墙，迄阵伫台大对面遐吼，哦啊阮其实阮就写一寡，这个大家咧批评国民党来写，啊国民党有派一寡人就来写，啊国民党的水准足低啦，吼，拢甲你做连续的攻击啊，啥物安尼吼，写甲迄袂看去啦，吼，啊所以迄阵啊听讲即个
民主墙，尾来伊佫创一个说爱国墙，听讲即个传到北京去呢，北京的迄个什物民主墙，就是学咱遮个，迄阵来东华走宣团，这个若是，迄阵就是足侪即个国际的媒体拢走来了看，迄伫民族西路黄信介先生提供了一间即个即个店面的楼顶，逐工下订面足侪人，迄阵就是习近平做共产总部诶东华走宣团的总干事，这就是了后选举双面团填起来，填起来，我就走去南调因为我伫省议会，省议会迄阵是台湾唯一就算最高的民意机关啦，离阮迄阵无解选啦，无咧选举的，所以就省议会省议会这个议员会讲话，跟咱比过去从洗脑的迄个教的无啥共，所以我的政治科目第一件是数理数字件，我想。阮俩读政大新闻研究所遮优秀的人是安怎要拍出电稿？迄阵开始感觉奇怪了后就是即个，所以即个规个即款台湾的即个政治伫省议会内底，足侪省议员讲的敢若伫政治机关底下讲的拢无共，所以为了选举填的，就走去省议会办调查，用手写来的地下报纸，这迄当时嘛，真侪人大家小钱要买哦，我是无去送的，但是送的，譬如讲你若看了假的你拢关钱，尾来就足紧就关一笔钱出来就开始用这个钱去继续国民党去家己掂掂的这原来是桥头示威啦，头前这样的，安尼嘛毋知看无，迄边这边迄个阿叫看有啦，倒边迄我啦，这边拢找我，所以迄个像大桥迄阵迄个省议员，何春茂啦，中国先生伊讲看下讲，这个人毋知是毋惊死啊，是毋知死我尾是拢有啦，真正毋知死啦，毋知死，无迄看过2礼拜啦，毋敢安尼行出来，迄阵行出来是迄个桥头示威。伫迄个伊电话，白仔囝向掠去。伊电话，伊是这国台代表呢，迄嘛算万年的国台因迄当时因的囝婿吴友林咧做县长，伊的新妇迄个伊台外因做省议员，迄伫高雄的地方势力是有够大两个白仔囝做伙掠去，所以迄阵可信人讲，连伊电话都敢掠，伊电话伊都掠咱若无创啥后壁一个就掠去，所以迄阵可信人坚持讲一定爱落去，大家爱落去啦，就是因为安尼，所以伊买我可信人管叫做4年的管长，伊做2年就去互休职啦，就是即件代志，所以讲你话咧上历史课的所以迄阵去到医大的时阵，医大外个普通时省议员是足歹的迄阵是安尼，翁掠去，大官掠去。我尾来问伊证明，我讲迄阵我去恁兜，哪无看到你啊？伊讲阮老母甲我藏起来啦，藏你是食遐，毋知藏你倒位啦？伊尾来甲我讲，你看，紧甲囡仔紧藏起来，迄阵甲林明港，迄阵林港做省主席，电话一直通，安尼烦恼安尼拢全毋知要安怎处理啦，所以迄阵迄个国民党的南区警长司令迄个够大个就来，迄阵林义荣甲姚嘉文，迄阵两个叫做党外大护法，两个律师啦，尾我伫咧，大家伫咧讲袂好势啊，迄警察司令意思就是甲伊恐吓啦，你若好歹你若行出来掠安尼啦，本来伊甲他问外口大家拢爬去你他们通看你谁讲啥，曾心怡曾心怡伊遐开始甲伊量啦量迄个建筑的伊咧量伊声哨我足大声的时阵，变秘书看咧咧哭的，你知无我说我看到电话安怎一个人在咧哭安尼我大家都爬起来看啦尾仔林义荣就讲。
恁即摆若无随走吼，我要控告恁妨碍自由，转介迄个廖白啊吼，赶走转行出来。一个冲出来了吼，迄本来伫咧头仔门咧看的人吼，尾来来走了，无人敢出来，无人敢倒来看，所以吼，即摆即条是过因兜是伫边仔一条，吼，伊迄桥头一条旧街啊行出来西出来，吼，西出来就是先道，即条是先道，吼。所以后壁遐，毋是咧看老咧，迄是因为阮行吼，后壁人挡了咧吼，啊无逐个拢走，我无看人啊，吼，行去互刁民做记号，吼，所以迄当时你看，迄个政治气氛就是安尼啦，吼，尾流啊，就是去美国，吼，尾流啊伫美国绝食抗议12天吼，头一摆。迄阵就是伊掠条流，这故事拢逐个我都讲足济吼。伊掠阮的条流的同事吼，所以我就伫遐抗议到尾伊拢放人的，迄头一摆的吼，国民党毋捌讲掠去，佮你乖乖佮放出来吼。所以我即摆安尼，这故事一张的相片，看起来无啥，但是其实伫台湾的民主的即个过程中间，拢是安尼一摆一摆，甲伊伫遐安尼甲冲甲弄吼。才有法度有今仔日安尼啦，吼，毋是讲天天落落来，毋是讲国民党对你偌好，哦，佮放互你啥，无迄个代志，毋是讲蒋介石下尾蒋经国咧偌好，逐个咧怀念伊，无迄个代志啦。若无拍迄枪的时候，以后袂去想讲嘿，想到台湾人要甲拍，吼，或者开始家己开始就去思考，所以了后全开始大量启用台籍青年才叫做追台青啦，吼。咱吹台青，咱的意思其实是无啥好啦，就是讲，伊爱啥物吹台青，爱甲我吹牛啊，吼，台湾籍的，吼，台湾籍的青年才俊啦，伊阵讲做青年才俊，吼，啊，迄阵拄一个足出名的歌星，也做吹台青，所以咱逐个其实咧个假说啦，就讲吹台青就是较用嘛是用遐吹台青啦，吼，就当阵即摆这吴敦义将迄位的啦，吼，拢去当做个吹台青，吼，嘿，所以迄阵啊，伫纽约绝食抗议了，其实差不多安尼，我就变乌名公仔啦，吼。尾我伫美丽岛周报，吼，做过总编辑，才有迄个中迄个吼，头壳上讲迄个柯信良嘛，吼。柯信良诶，倒变即个陈方明，吼，我足少年诶吼，搁来迄个我，即边柯信良诶正手边迄个是孙庆宇，吼，孙庆宇。大概即几个尾有转来台湾，尾了啊，就是这，甲咱工地啊，甲等倒出去吼，乌名单的空间吼，我有准备咧，我本来是穿一领裙吼，叫人掠者，我知影掠了会穿帮吼，所以穿迄个江束吼，迄连身所以拢袂穿帮咧吼，要甲国民党坐，你要准备咧吼，我有准备，包括这拢要想好吼。迄摆我也讲吼，我一直量啊，佮叫等到去美国。我讲我是唯一的国籍就是台湾的，吼，我台湾人，我已经离开美国，你美国莫来收，我甲美国海关迄边，我即摆我无恁的入境的所有证明吼，你搁啊送咱台湾就好。美国讲吼，法律上吼。你无离开美国本土，因为我离开美国，我送到来离开啊咧，所以美国人伊解释讲，安尼我无离开美国本土，搁互我入来咧，吼，搁互我入境去美国啦，迄嘛是国民党的压力啦，吼，国民党甲拜托讲你买这人吼，莫互入来，吼，我们讲头摆就是安尼，叫工地要等倒去，吼，第二摆就是来咯，做吼，等。伊也毋知影我哪等，吼，尾后种到安尼吼，总摆互我面户口，伊叫我选举啊，吼，摆互面户口后壁一道哩空间啦，吼，阵去电脑面的迄个设定内底，吼，尾了啊，后面我你看吼，你看我迄阵仔穿一领迄个朋友甲我写，吼，共产党入境有黄金啦，吼，台湾人转来爱坐落啦，吼。尾了我定咧讲这故事啦，吼，我最近有时去甲一寡少年人讲，我讲，迄反共历史啦，吼，领黄金啦，一个少年人转家去讲，什么叫反共意识啊？
我等下啊，啥物叫反共意思毋知啦，吼，啊真正毋知啊，因为我迄摆抗争了就无啊，吼，较早一个反共意思，你话我4000两黄金咧，毋是你叫 Google 看卖啊，4000两黄金偌济咧，你话大不然去畸形啊，什么畸形，什么畸形啊？伊叫畸形啊，吼，啊有差别，但是我无共计较。啊有个配娶某，吼，啊尾仔伊佫去。黄龙根啊，哦，都足济啦，迄故事足济，竟然咱即摆少年人，迄20几岁囡仔毋知影啥物叫做反共意识咧，哦，所以台湾的即个台湾历史吼，真正确实，迄差几年你都毋知影啦，吼，所以吼，咱无骹步行遐紧的，真正迄规个少年人完全对于咱台湾历史完全是讲无任何的了解，啊，这真凄惨嘞，吼。啊，迄阵啊，就是安尼抗争啊，所以迄阵嘛是就是即个世界会吼，倒来吼，讲到世界会，就伫中吼，阮两个像迄保啊，迄是周丽英甲我，吼，迄阵蔡英文因为台大人叫来关，吼，啊，我的边仔迄个就是罗一世，吼，啊，我是安尼讲罗一世呢？罗一世是因为阮中华人嘛，吼。啊，伊去甲咱，伊伫甲咱台转来，迄阵咱做少年迄个，吼，少年囡仔倒落来迄个，啊，就是最近啊，迄个区外面搁咧做一个录啊，陆秀仪咧展览吼，啊，伊去找一张相片出来，即摆要选新北市国民党迄个啊，迄个好友咧，吼，不，迄个陆秀仪开车啦，吼，啊，伊个。副教师做边仔是李胜雄律师，李胜雄律师就是美岛事件的辩护律师之一吼。啊，即摆记者拢无人拜伊吼。啊，后壁就是坐蔡建良迄一个，原来伫美国的乌名单，吼，迄阵啊为着要突破乌名单，所以世大会转来台湾开嘛。啊，有足侪人是乌名单乡民走出来，国民党嘛毋知要安怎吼。啊，所以世大会开了后，因这乌名单的林书全走去地南洋。因兜去甲祭拜地南洋，祭拜了后落来的时阵，陆秀开车，李胜雄坐边仔，后壁落去说，吼，啊，甲即个蔡建良菜头，甲咱郭建光嘛做嘛伫车顶啦，我即摆印象袂记啊。安尼一车吼，迄个好友谊吼，你敢小秋吹出来迄张相片，我一个面咧怀抱面吼，啊，全下面边仔的人吼，伊徛伫遐下面。啊边仔全按伊个车窗吼，毋知用啥甲扔一空，袂输敢若用落了转一空，转迄个吹火是转入去，你知影吼？啊转一个从无落啊啦，啊甲迄个李胜雄，逐个拢嘿啊，规个目屎一直流吼，啊袂乌气嘛，啊阵车门去开就紧出来吼，啊出来就规个全迄老细啊，因遮拢全规个吼，迄个警察啊，全规个就全送去机场。甲警察出境，安尼毋知去记几个讲呢？吼，啊我也看着，我就足是个想着迄个，因为我迄阵拄伫边啊，吼，就伫 FB 顶头写啦，吼，结果好友伊安怎讲呢？伊讲，我也毋知啥有讲咯，伊讲，迄是啥物？盖阳时代，伊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小公务员。何必为难奉公守法的小公务员？讲这个为难，啥物叫做奉公守法？你用迄真正老师像吼，硬人迄车门硬人撬开，啊硬人钻入去，安尼叫做奉公守法，这是执法过当。哦，啊，但是即个人有可能新北市有可能会调啊。哦，所以这台湾的社会吼，足侪是非不分是安怎？因为咱的声音伤少，咱这个故事咱拢无甲讲出去。吼，过去无机会，即摆有机会无？不管有机会无机会，找机会就是爱讲。吼，啊，这嘛是迄阵伫1991年，伊讲要迄个啥物国家统一纲领，你记袂？何必川啊？伊讲国家统一，吼，我是安怎偏向你来决定，我要甲伊国家统一，我坏，吼。啊，伊讲你若讲台独，就是宪法100条啦，吼，迄个啊，这移避来源多啦，迄阵啊，即条移避来源多，大家拢用即条嘛，吼，我就来源互你看，吼，阮就甲从即个研究咯。我讲
你若无入来，我袂主动反击；但是你若入来，我绝对强烈甲你反击的，吼！我袂准来拢讲我台中去小事。台中哟。台中，嘿，对，吼，迄阵伫台中，迄上激烈就是即个公开甲人做起有弹，啥袂使，吼，所以我反对讲吼，啥物咧和平非暴力，世间无迄个你甲讲。人类的历史上，倒一个政权是和平非暴力摕来啦？迄无啦。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政权拢是拍啊你死我才摕到的啦。吼，摕到了才讲和平非暴力。啥物和平非暴力？你一骹情绪拔掉咧，你要甲人刣啦。吼，所以台湾人真正吼，上高义，我反对迄种的吼。迄间拄着蔡连贵伊嘛咧甲我讲，我遐袂使袂通来，电视啊绝对叫人袂成功啊。真正你甲看迄阵啊，边仔咱差不多共这时阵，咱韩国即嘛毋是有一篇迄个影片出来，啥物隔离家属机吼，哦，迄个大家足感动。啊，咱迄个时代，咱无人敢用跳动，敢若我敢用呀，吼，我教人安怎跳。但是我迄摆嘛毋敢甲我看形象咯，因为啊，就是另外100条啊，尾啊，我有掠去关啊，阮关10个啦，吼，啊，但是关了尾了因为。迄个李定煌教授啊，佢做侪教授学会吼，大家落去抗争，所以另外100条废掉，啊，阮全出来，吼，但是出来吼，迄叫关无赔咧，吼，我关100天嘛无半仙咧，吼，因所有这政治受难者拢是戒严进前，吼，戒严时期，戒严了后就无准出来，所以我戒严了以后关几啊遍，乌名单啦，吼。关几啊遍吼，拢无到我半仙嘞，吼，所以真实在是真专业建议，我爱来陈王阳，我你要安怎处理啦，吼。不过我这小事咧无要紧啦，吼，迄个叫关嘛是看伊甘愿嘞，吼。但是足侪真正专业建议的工作有够侪啦，吼。所以迄阵啊，各位要去有弹，吼。啊，这咱来用照片出来。伊头拄啊，有哪样就 OK， 安尼差不多。啊，尾了，这就是另外100条了。因为遐教授啦，等等吼，是遐抗争了后，全修改开了另外100条，临时长出来啊，就出来啦，吼，就叫关无赔就对啦。啊了后，我有伫1992年甲1995年选立法委员，吼，伫新北市。吼啊！迄阵当选的是，阮老母讲，咱查一下，你年初是10大枪击要犯吼第1名，吼，我10大枪击要犯第1名，吼，安尼伫遐同情吼。啊，年底讲选调变立法委员，讲邀请你啊坐大位安尼啦，阮老母咱我都适应咯，差济啦吼。不过阮第立法院嘛都出位啊，这就是吼，迄个马英九个马王战争有啊吼，马英九甲王金平安尼伫遐玩的时候，我当去找着即张出来，不知咱吼，迄阵就是要通过国安3法啊，吼。啊，逐摆若要即款重要法案一定会争执的是，迄阵院长老上看伊拢毋敢出来，吼，拢叫王金平出来，吼，王金平就副院长走去遐主持，主持无多啊，迄阵伊差不多。互你讲的吼，开始要讲落去啊，迄个议事厅讲落就过啊吼。阵大家拢钱去你点头，我看着边仔一下不说他，你知道吼，昨下年他到底哪合落去吼？都要夹落。强大的。我前是夹落了，国民党这种无满的，这恶道的吼。大家钱咧，我当用钱啊变去。但是方金平吼，你看嘛咧笑吼，我嘛咧笑啦。阮迄阵伫台北县的选民啊，敲下来甲我骂，你抗争你来遐笑，我真正是好笑，因为电视看着现啊都袂吼。但是伊嘛是过啦吼。过即久啊，差不多20几年了，王金平有一摆走去彰化县，阮伫彰化县政府咧做新闻局长，拄着我，甲讲，吼，你就是迄阵甲看不出来。但是无要紧，看不出来是红的无要紧。若绿色的就更较出名啊！所以你可会记哩。所以这其实伫立法院，你讲即嘛，民进党过半数，有
从别位我莫讲，阮中华县的立法委员哦，阮中华县选民拢甲我讲奇怪，啊，阮选起来这立委吼，我毋捌看伊立委讲过半句话呢，吼，真正是够失望。所以吼，立委伊足好耍的啦，你要讲耍的对了，迄阵对吧？迄阵伊嘛拢斗生有对的吼，吼，啊，这嘛是共款，阮迄阵就是要把恁邀迄个立委啦。列球的，迄阵是实际迄个讲，哈，实际我会记，反正迄个国民党的立委吼，就讲支持迄个发电啦吼，迄个电厂啦，迄阵核四厂啦吼，哦，啊，阮就去甲申请甲办活动的吼，办迄个说明会啦，反迄个要把恁用迄个立委的说明会啦吼，我有去申请的哦，竟然吼用即种马达，你看这马达。哦，这毋是建棍哦，吼，我就去甲研究警棍使用条例，迄毋是即内底，吼，这是因咧乌道咧喊人迄种马达，你知？啊，我坐去找吼，伫实际分局内底规堆啦。我讲啊，你分局变10窟啦，吼，我就甲举一支来，举起，因为伊拄啊好咧装即阵，我就问连者，我你甲讲你这支是啥物？吼，这支若警棍，你嘛有警棍使用办法，对吧？啊是安怎你分局内底你无警棍，你用这啊，或者乌道来甲我喊停呢？吼，所以我就去喊连者。啊，连者行一个全尿遁的吼。啊，你知影无？阮的港党的立委吼，甲我谴责呢，吼，要甲我当地处分呢。吼，讲我安尼袂使，我呛伊啦，连者是爱拍啦，迄阵啊拍无着起来是足无彩关系。吼，就是安尼啊，所以我讲吼，抗争绝对是无极限的啦，吼，所以你来看谁啊，人讲啊，这种人民拢即种了，哪会安尼看起来安尼无人无命吼，就是安尼啦。你家己有限制嘛，吼，你家己先看来做侪物件，你只项毋敢做，迄个物敢做，到尾咧就四不像，逐项拢你这边感觉对你无满意，迄边嘛对你无满意啦，吼，所以但是我拄咱讲的吼，咱也听袂落吼。所以就是安尼吼啊，这就是阮看了吼，哦，这看了这舞足久的吼，内心真舞足久的，你阵舞啊即嘛，啊因着遐看了遐乡亲吼，全请马祖，按因迄空调联合中吼，马祖部请伊伫款。我讲啊，无咱安尼来甲马祖跋杯，吼，若想杯我就甲马祖请入来，迄阵咧预算审查，伊真正想杯呢吼，啊想杯我就甲请入去啊，啊后壁迄个红包本啊，后壁一个面乌乌迄个，伊笑伊用假看吼，我讲你好等你来，你马祖部伫遮，你好等你看你要创啥吼，结果迄摆吼，因全凊彩呼呼的，跩较紧算回来吼，就结束啦。哦，所以这马祖部，但是嘛是过啊，就是安尼，起舞就甲你舞过啊，哦，啊无逐摆我冤家相拍，吼，啊剩即件到即摆嘛还佫无啊，吼，28，迄阵阮拄咧审查28赔偿条例，啊本来叫做赔偿，但是因全讲袂使用赔偿啊，补偿，我反对，吼，我讲你共开遐济人，吼，啊你无认错就惨了啊，啊你到即摆。乡亲什么你嘛毋敢讲，啊，即摆嘛毋敢讲哦，吼，啊，你讲赔偿意思就是啥？我做毋对，我赔。你讲补偿哦，我看你可怜，我等一块互你，敢毋是安尼？这一日差足济啊，吼，我一个人伫遐甲反对，当然反对到尾了，阮共党的人嘛甲讲你袂使安尼啦，尾了嘛通过，迄阵啊通过是叫做补偿条例，尾了改啦，吼，就是。超几10年了才改。10多年了，才改。所以吼，我讲这就是这转型正义的拢足重的啦，吼。啊，大家拢爱拍拼，啊拍拼有效无？有可能10项无效，有1项有效，安尼咱就头笑啦，吼。啊，但一定要拍拼，你无拍拼就无效啦，吼。所以迄阵啊，迄就是一个拄啊好，迄讲礼拜拄啊好宴会，啊，楼上我就遮带队伫遐默哀，我讲你是咧默哀靠腰咧笑啦，吼。你都唔公布公手，你咧默哀创啥啦吼？所以我走去买迄张臭头上迄张吼，伊个相片吼，走去中央文物供应社吼去甲买，
我实在是真感觉出咧一顶那10块的款，我买10顶来100块吼，这唔安尼吼，伊也袂济。买来我就去甲拆，就伫款因当场甲拆掉。迄阵来啊，国民党乌道拢徛伫边啊，要甲我喊呢，要甲我偷拍，毋敢啦，尾也无拍。所以我买来就是要甲糟蹋，所以就是伫款呢，迄嘛是真趣味的啦，咱即摆咱来讲个主题，就是讲国家纪念日啦，这国家纪念日到底有啥物意义我想这问题无这无啥，这就是其实每一个国家拢有啦，较趣味的中国因的纪念日足趣味啊因是伫咧清朝元年的时，元年可能迄阵仔开始就因要驱逐鞑虏啦，恢复中华，所以因这就开始讲有这爱创一个国家纪念日。结果你敢知影伊创啥物国家纪念日？皇帝的生日，皇太后的生日，皇帝的生日叫做皇帝的万寿节啦，皇太后迄阵的慈禧太后，我去做迄日本的，迄阵仔日本人有一个20世纪的一个重要代志，20世纪初慈禧太后死去迄嘛是一个大代志，慈禧太后的生日叫做皇太后的万寿节啦，毋过因这日中偌久，清朝就无去啊，都无去啊。咱就来看美国，美国这，外面迄美国今日想说，美国真较大的日子当然有真济啦，但是美国人做趣味哦，7月初是伊无讲国庆日咯，对无？伊甲咱讲July 4th，嘿啊，伊个就是。我迄个看伊个有几个真重要的，种 Thanksgiving 啦，迄个搁一个迄 Memorial Day，迄嘛拢足重要的纪念日，Martin Luther King， 伊即个嘛是足特别的，伊美国的国家纪念日敢若3个人，3个纪念日是用人，毋过伊嘛无用拍时间嘛无用伊的生日咯，伊就定一天安尼，Martin Luther King Jr. 我想咱要用这个，因为这太重要，就是伊是黑人的迄个一个抗争的过程，要影响暗杀，这就是I Have a Dream，这足出名的伊伫咧演讲，遮尔济人听，无偌久伊就去互暗杀，倒来看，我想要讲这个Martin Luther King。迄是伊互暗杀迄年拄好是1968年，1970年的苏黎世事件。所以黄文雄先生捌讲过，伊讲因出国，因迄个时代的人出国了后，受到即个欧美真济即个各种的社会运动的影响，所以因要了想来去拍这美国，即个影响其中之一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Jr. 但是咱甲看，伊从刺杀到即阵差50年，但是美国已经毋知伊死几年了，就变做国家纪念日伊变做国家纪念日的时候，我听讲因有其他的州嘛足反对的呢，尤其南方迄边，伊嘛足反对，但是不管安怎，因即马 Martin Luther King Jr. 伊即个纪念日已经就是美国的国家纪念日。但是咱今仔日的数理数无人知，所以这咱家己大家做一个比较，这个是我就这样找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重要的节日啦，真趣味，因为青年节是5月初4啦，毋是3月9中国的，6月初1是儿童节啦，甲咱无共，甲台湾无共，较趣味，伊讲母亲节叫做旧历的4月初2，讲是迄个孟母生民主，这感觉，我知共产党要打倒孔家店要反封建反独裁反啥物竟然讲用孟子的生日啦做母亲节啦，8月初就是解放军的建军节，所以这是因的，10月初国庆嘛，9月初10教师节，甲咱台湾拢无共，拢无共，所以无共国啦，一个国啦，你着咱即摆来看咱
中华民国，吼。正月初开国纪念日，跟咱有啥关系？咱都袂建国的啦，吼。所以你咱就一工仔来讲，一二三自由日，有人知影啥物一二三自由日？安怎来？汉证。哎呀，什么14000个证人啊，什么啦吼？哎呀，听讲迄要来是拢爱请什么精忠报国啦，什么吼？迄故事嘛足济吼。啊，这跟咱有啥关系啦？吼，过来3月12孙文吼，啊无国家无国务啦，这拢应该是制作出来啦吼。3月25美术节吼，美术节做趣味，因讲是1937年，就是日本拍中国了后，中国的这美术界人讲吼，咱吼爱来团结咱美术界爱国的精神来啥，所以咱迄一天就来定做美术节啦吼。结果迄一天是228单元保养拍死过迄一天啦，美术节啦，这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吼，足悲哀的比较啦吼。但是毋是伊为单元保，毋是哦吼，迄是中国人足奇怪，中华民国人啦吼，控制伊去互日本人拍，迄是足见效的代志，伊竟然用这个代志做纪念日拍。啊，3月29吼，做青年节吼。这嘛因为甲咱无关系，迄阵咱台湾是日本统治的吼。过来7.7陆军节，这上好笑。7.7就是日本拍中国的迄一天嘛，吼5条输片嘛吼。伊讲遐做陆军节啦，迄个我会见笑死对无？伊叫人拍的啊，啥物迄天做陆军节啦，吼。说93，嘿93军人节纪念。控制胜利，因控制哪有胜利？因讲有控制，吼，所以这是历史，这拢因编的啦，应该编的啦，吼。啊，共款10月初3武昌起义，迄嘛跟咱无关系啊，吼。啊，毋是安尼，迄个这年尔呢，迄个中历史，各地中历史吼，伊把拢藏起来，伊拢无看着。我一个早起来翕相啊，我相片无摕起来。伊个啥物，伊拜啥你知？什么皇帝轩辕，什么看无的啦吼，皇帝啦，皇帝迄个书籍的时代吼，皇帝轩辕啦，有72烈士嘛有啦，吼，咱台湾边无甲半个代志啊，吼，所以这拢是足大足严重的扭曲啦，吼，我比讲像这所谓的中华民国的纪念日吼，迄是咧糟蹋台湾人吼，甲咱当做。毋知要甲咱当做啥？过来10月25光复节，讲轮航，咱等下来看，轮航还是托管，还是将领，吼。过来你日本话讲导航节。对啊，吼，过来11月12，哦，就孙文生日，咱就已经咱食袂爽，伊后尾搁加一个中华文化福音节。吼，所以伊毋是干那一个中华文化福音节尔咧，伊就创一个叫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有无？迄阵啊，蒋介石的时代，吼，文复会，迄真足济哦，吼。尾啊，陈水扁做总统了，可能改做，伊无改名，伊原来做文化总会，即摆改做文化总会啦，就是即个啦。就是安尼来的啦，迄就是啥呢？迄阵蒋介石要死的之前无偌久，迄阵啊，伊就是要啥物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节啦，啥啊，就创安尼啦，真足济的毋是后尾做过迄个文化总会的会长，即摆啥物人毋知个吼。总统。所以这足奇怪的组织，这应该甲废掉，全行正义这个废掉10月25，乡亲纪念日，宪法咱无标承认啦，所以这拢假啦，所以这拢假议题啦吼。嘿啊，咱即个就是讲，这啥物纪念日，这跟咱有啥关系？所以显话咱会足冷淡的，就是安尼，因为伊这物件拢甲咱无关系嘛，家己制作出来吼。咱怎来看？纪念日咱改的。当然会使啊！伊即摆真趣味啦吼，伊即摆是用一个办法尔吼，办法纪念日吼，
已经制定了实施办法。啊，照讲这甲人民的迄个权利义务是有关系，这应该用法律来定嘛，吼。啊，所以伫2010年的时阵，行政院就通过了，吼。啊，通过这个伊名就是拢共款，敢若改一个实施条例草案，吼。啊，迄阵的行政院长吴敦义还搁咧做行政院长，吼，伊就有安尼讲嘛，吼，啊，讲希望会当较紧的，会当互顺利通过。不过好在无通过，因为这个拢假啊，吼，伊嘛是敢若甲办法要甲改做这个条例实施条例安尼尔，但是内容无改啦，吼，啊，但是内容有改无？有改严了后有增加几工啊，吼，2礼拜，吼，啊，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意见。2礼拜你着看是要2礼拜，啥物日拢无要紧，你莫用一个和平纪念日，哪有和平啦？拍到扁扁桥哪有和平啦？对无？所以咱定定要用，因这中国式的吼，迄种的安尼，都明明就是2礼拜遐尔无太平，你甲讲和平纪念日吼，迄真正是袂接受啦，吼，我起码我个人袂接受啦，吼，啊4月初7，吼，来拢有自由，吼，电脑上的精神，毋是咧讲言论自由啦，伊是敢若迄本杂志的后壁。讲争取100%的言论自由，但是伊真正的精神是建立新国家，对吧？所以伊4月我等下有迄张，伊4月迄张的时阵，伊用的迄张相片是新国家运动的总指挥呢，吼。啊，新国家怎有人讲无呢？无人咧讲啊，吼。所以无你用电脑用力嘛好嘛，吼。你用言论自由，你实在讲对电脑用无公平。吼，我想伊嘛袂欢喜，吼。7月15改业纪念日无人要知啦，无啥人咧注意吼。啊，搁较注意10月17台湾文化日，吼，迄伫迄个陈水扁时代有甲设咯，啊，谁人设一天，有人知无？嘿，对，文化协会一天嘛，吼。结果马英九起来了吼，无去啊，全这台湾文化日都无去啊，总无去，伊就买个纪念嘛。吼，即摆蔡英文起来了，有啊，迄个文化部吼，伊若10月17要到，即摆时间未到，旧年我就去来看伊10月17创啥，吼，有啊，伊就发函吼各相关的单位，譬如讲博物馆，吼，啊问看故宫恁有啥物10月17文化日吼，恁有啥物款的优待来啥？故宫那敢无啦，吼，但是有啥物？会出博物馆啦，倒位吼，各地啦吼，各地拢有啦吼，有诶伊会一天免费，吼，免费互你用，不过台湾人无啥爱去博物馆啦，吼，啊，所以就是即个10月17个文化日，吼，这有意思，但是吼，毋知影伊有法度互伊即个文化日会当搁较侪人知影，啊，较有意义无？吼，这个文化部大概。即款部的首长内底，人大概对伊较有教案的吼，看我都教互伊啥物款的建议吼。啊，8月初原住民日，我是感觉若要原住民吼，应该爱从迄个布城事件，吼，啊无就牡丹社事件，吼，牡丹社事件日本人即摆嘛还有纪念的迄个，吼，咱即摆可以学囡仔话，伊也嘛有一个牡丹社事件的一个。纪念的所在啊，吼，所以其实会当改变当然会当，但是吼，即个纪念日要用互伊有下迄个意思吼，咱着爱大家好啊，大家想啊，大家斗下一寡意见，斗想吼，再来就是咱要建立咱台湾的国家纪念日，这就是这几年前就是高雄市的迄个大直老兵文化协会吼，伊迄阵啊办一个活动，伊去升级4支旗啊。吼，头一年是日本，吼，日本的军旗嘛，吼，第2年国民党，吼，第3年是共产党，吼，啊，第4年咧，伊就甲写一个台湾军啊，意思就是讲台湾人足悲哀啦，吼，啊，要做过日本兵，啊，要做国民党兵，啊，搁做共产党兵，吼，迄个解放军，吼，啊，咱过去的历史是安尼，但是以后咱爱做台湾兵啦，吼。迄是伊迄阵啊办即个纪念日，啊拄啊好就是真正就是符合咱即摆所讲的吼，咱
台湾人的即个，咱若无咱的国家意识，吼，无咱的纪念日，这物件其实我都建立出，吼。啊，这就是真正我就是非常的，你要讲急，还是讲真安泰，就是安尼啊吼。迄日本人120年前，伊就讲台湾人爱钱啊，惊死，爱民主啦，还是讲爱做官啦，吼。我看即摆佫加一个，就是历史对历史完全无知啦，吼。我即工日历史镜头讲，迄阵王明国来，一摆去演讲。这迄个美丽倒数名10年后，一个记者甲我问讲，什么叫美丽岛事件啊？吼，我听起来我袂使去啊。我讲你做记者，迄个10年前发生的代志，你毋知，你走来人讲，啥物叫做美丽倒数名？你搁叫我安怎来你讲啦？吼，真正这就是足严重的啦。确实，就我拄仔讲的，反中艺术，即摆少年囡仔伊嘛毋知反中艺术叫做啥。哦，数理事业嘛无人知啊，哦，所以真正这非常严重啦。因为安尼，去互国民党长期洗脑以外，咱家己佫无自主的意识，无法度自主建立咱家己的国家的意识的时阵，真正咱前途足悲观的啦，吼。所以这是我个人提出来，有一寡爱列出来的纪念日啦，吼。这提出来是要甲大家分享，希望各位会当去想，比我想的更较好的吼，即个咱未来台湾建国的纪念日，迄即摆就爱准备啊啦，吼！你讲有一天讲香港台湾道理虽然足侪人即摆足悲观的吼，但是我是感觉乐观啦，咱若大家继续安尼拼来足紧吼。所以纪念日这后摆讲咱共同的课题哦，毋是干那我想的尔，咱大家做伙想啦吼。我即摆是提出几个啊吼，我这就是拄仔迄个内容迄阵伊出殡的时阵，伊的迄个是用一张，头壳顶足明的新国家，即摆上来讲新国家，无安尼吼，咱的总统讲啊，做一气很重，吼，嘿，所以咱大家好好啊来思考吼。即工桥头示威，10月2日，吼，伊若要讲自律日，无即工用做自律日，无一定咱用迄日啦，就反正桥头示威，我迄阵一个助理，吼，嘛是足少年，我讲问讲，你定咧讲桥头是倒一个桥头啦，吼，毋是伊山桥啦，吼，桥头是一个地名啦，毋知影，吼。所以你讲迄少年人对这历史的迄个是完全拢无知啦，所以这桥头示威，这一天了后，才开始2礼拜了，一直叫定啊了，这头一摆，刚公开提出来，迄款symbolic的意义伫遮啦。国民党反击最严重就是尾后甲高信良处分就是轻1两年，就是即个为着这桥头示威啊，读迄个青年节，我定甲迄少年囡仔讲，青年节定即工好无？大家嘛讲好啊，即工较有意思啊，3月10日啊，对无？迄个太阳花啊，这咱大家就共同的纪念，即款的才是国家的纪念日啦，即款的才有意思啦。3礼拜，咱讲无咱讲一届甲讲伤济，伊听无，伊歹做。咱讲无咱今迄个青年节改做3礼拜，无来公道，无来网络网络来甲宣传这会成嘞，真正会成嘞，所以大家思考看要安怎，咱会当一点甲突破。先甲突破，3礼拜青年节，你讲生日有甲咱啥关系啦？迄什么关系都无啦，数理数，这爱记念无？这真正，我去美国演讲的时阵，别人讲，咱即摆咧读中国历史荆轲刺秦王，大家拢知影文雄刺金国，无人知啊，这咱台湾历史足公平的代志啊，黄文雄还伫咧咧，对无？所以，伊这个我们了了，伊就是叫迄敬语啊，伊个徛起来佫甲迄敬语讲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迄足有，
台湾人的气概，吼，啊，毕竟就是地主财，伊看到伊，这我感觉这同志来啦，吼，伊看到我们两叫压落了，伊咱水撞出来，吼，啊叫警察拍啊，迄棍啊喊落来，啊目镜讲叫拍破，啊头流血，另外一张这张无，另外一张规个头面拢规个安尼，这足经典的啦，吼。啊，中间搞迄阵啊，行一个炮弹啊，装毋了出国，所以这足有意义的啊，但是几个人知影，吼，这是咱个变做咱台湾的纪念日。你知我即摆去旧金山，我拄着一个我国小的同学，我尾迄个上初中、高中教学校啦，吼，啊毕业了就毋捌见面啊，啊伊去听头听到尾吼，讲甲伊举手问讲，啥物叫做数理事件？哦，迄是我国小的同学，足优秀的哦，吼，读册足好读的哦，但是台湾历史无知，吼，是安尼，吼，就是安尼，所以咱咧拍拼，吼，哦，啊，阵黄trường理，吼，过身了后，咱才知影讲，哦，我上感动就是我们两写上会吼，迄个一个美国黄秋生黄教授，哦，伊讲，你去穿是黄trường理去研究讲，你一个查甫要去拍枪，啊，穿早咧手诶，迄啊袂到位就去互杀去啊，敢毋是？吼，啊，所以人伊就是先去将你就去想讲，啊，我这穿要安怎摕去，较袂互注意，吼，啊，所以我曾经有讲啊，伊讲当做游客，甚至当做是爱人啊安尼吼，就两个做伙去安尼，吼，啊，要摕9500的时，伊甲伊讲，迄个交互伊甲伊讲 I love you， 吼，啊，我们两转甲伊将额头安尼小可整一下安尼，啊，伊讲伊看到伊的表情，看起来拢正常，但是伊活过要走的时阵，伊看到伊的目睭遐一滴目屎，我足感动的啊，吼，啊，但是迄阵就无时间啊，整面个请伊来啊，伊就走去啊，就去拍，吼，啊，我用先生讲，伊讲，啊，但是迄维基百科内底个写讲吼，伊要拍证件，搁伫遐画一声，是讲毋是咧搬我去，讲你画一声，人就随知影，哪有可能吼？所以，但是伊都无到去来改，有时你要改伤济维基百科无来改吼，我会嘛足济拢后壁，伊毋知影大陆边斗吼，啊，我要甲改伤济，伊拢甲冻掉的，吼，袂来改，所以有人咧甲你讲。都毋是讲八卦，伊是讲画一个跳去，吼，啊，迄就袂成诶。其实毋是安尼啦，人伊迄是真正有准备诶啦，吼。所以这情侣吼，确实，你甲看一般台湾诶女性吼，拄着迄一边是阿兄，一边是翁，吼，拢是人生上重要诶查甫人，吼。啊，要去做这个代志，一定甲你动嘛，吼。甚至就讲啊，你拢无考虑着阮若是安怎，伊毋是。伊家己先去准备讲吼，伊会当家己有法度会饲这两个囡仔。迄阵一个5岁，一个2岁的，吼，遐细汉的囡仔爱家己有决心啦，吼，所以这真正足无简单的。我就感觉，咱要安怎家己，互伊一个特殊的地位。真正台湾的女性吼，爱学伊足济伊的迄款的伊的心态吼，嘿，安怎处理安尼吼，真正足无简单的。吼，啊，台湾事件，有几个人知影台湾事件？吼，连我嘛无啥知啦。虽然足济迄个政治上遮个朋友，因是同事伫遐，但是真正咱老实讲，咱对过去吼，伫即个戒严的时代，就是较无的时代，吼，因足济人安怎咧用，就是讲用一切的手段，甚至互伊关伊家内底，伊嘛是搁甲伊拼，迄种精神真正是无简单啦。吼，啊，但是咱的历史拢无，吼，所以这足侪代志啦，愈想代志愈侪吼，过来，吼，53年台北大复建啦，吼，这1945年，这毋是干那台北东山嘛有啊，嘛是要拍啦吼，啊，是安怎要讲台北，因为台北是首都嘛，伊有迄个意义嘛吼，啊，佫是一个总督府，迄阵的总督府吼，拍到这红的，就是拢炸弹啦，吼。炸弹顶啊，规个台北市顶啊烂去安尼吼，啊总统府叫木一
一空做外空的，吼。所以国民党拄来的头几年，迄总统府无多用啦，吼。啊头前我一个阿婶，伊读北一女的吼，伊讲伊说你去读册吼，迄头前就即摆诶介绍摕来咱大遐吼，迄拢一空啊，吼，迄拢500栋来炸弹弄落去吼，讲那鱼啊一窟一窟啦，吼，啊伊若要去学校就安尼上过安尼，吼，真恐怖啊，吼，迄阵美军来炸台湾，足侪囡仔，迄阵啊，你若问伊讲，迄是日本人来炸的，吼，所以真个咱台湾人历史错乱啊。但是吼，我就讲，这有效。我迄个太阳花迄年开始，阮迄阵开始讲，吼。啊，是我会知影这代志。我细汉时，阮老母行咧讲，因为伊咧台北院做护士，吼。伊讲伊遐仔死啦，吼。啊，迄阵咱伫厝诶拢无爱听。是大人咧讲话，无啥爱听吼。尾我想想，哟，迄阵伊若死去，我就无去啦吼，就无我。伊佫讲足济，伊阵拄好炸诶时阵，拄咧食中昼，吼，去美诶倒仔骹落啥，讲真济，吼。所以尾我咧想讲，哟，我这代志真大条，甚至伊是这叫做无差别诶轰炸，伊不管你兵民啊、军队拢无啦，就是来就一直弄啦，吼。当啊，梁山寺嘛，去弄到伊就是传，吼，甚至佫有人伫迄个教会诶皇宫路内底，规个拢互炸死啦，吼。迄天因统计吼，讲有摕死3000几个，这拢无人知。但是4年前阮讲了吼，旧年听伊讲有即马有游戏软体，开始有人做游戏软体出来，吼，我生意啊，头壳足了。今年我差不多2、3个月前，我要出国进前，伫中华一个演讲，一个KO高中的学生走来听，伊甲我讲有啊，阮即马课本内底有这某3年大家大学家咯，有哦，吼，当然几句啊尔啦，吼，所以有讲有效无？有啦，吼，所以咱大家真正较侪人讲吼，迄个声音愈大声吼，伊就会改，吼，因为民进党你即马你无改无理由啦，吼。转型正伊讲诶，迄讲生日挂牌啥物迄讲迄话，迄拢应付，咱即马就互伊，吼，咱各位逐个转去了，伊甲你着诚想一项，吼，甲讲，你爱创啥，一直去甲接，有效啦，吼，加减来接，咱伊本来就是爱做啦，吼，无面条愈加啊，吼，选你去搞，吼，咱即马为伊好。你看，当然是，咱讲迄阵迄是有可能会得到诺贝尔奖的嘿，当然31岁，死伫咧台大的后面，即摆台大嘛已经有设一个纪念，纪念碑嘛，嘿啊，迄个讲对嘛，国家是不是爱甲做一个纪念碑？这等于这是干那，这不但是。叫做乌名单吼，迄款什物了白啊啦啥，迄会纪念嘛，就是讲国民党伫海外用足侪迄款职业学生，包括马英九嘛是职业学生啊，用遮害死遮侪人，伊是一个代表性的，足有代表性的一个人，所以这爱甲做纪念，8月15，将做纪念日，全世界大家拢有纪念啦，当然。迄个啥，欧洲的战争，伊形成的日子无共啊，吼，咱这是太平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尾投降的是日本嘛，吼，日本就是天皇伫8月15，伊投降，迄一天台湾的名有来改变，你有重要无？对台湾历史足重要就是即天嘛，即天有人纪念无？拢无，无咱个纪念无爱啊！咱个纪念了，咱才会知影讲迄时间日本天皇宣布讲放弃台湾的主权，敢是安尼？迄历史的物件就传落去啊嘛，你逐工无要无紧吼，伊嘛甲你无要无紧啊，即种是我从来去人买迄个档的，咱的原住民吼，敢若日本边吼，敢若原住民会当甲反倒啦，因为原住民咧倒啊，跟按迄个吼。因为太平战争的时期是足侪咱台湾原住民救足侪日本人，日本人伊是较温带的迄个民众吼，要拍迄个热带战争无啥会晓，所以讲咱原住民拍头阵啊，
所以其实这足侪故事吼，迄若讲有法度来搬像日本的大和剧吼，咱台湾的故事绝对袂比迄个较无精彩啦。但是咱无法度啊，无讲连基本的资料都无啊，所以大家做伙拍片，咱足侪工袂晓做的吼。啊，你看10月25啦，伊讲讲吼，真好，迄讲好啦。有啦，迄阵台湾的士绅伫迄阵啊吼，因遐人拢迄阵原来是伊毋捌台湾毋捌有过国家过，所以因认为讲爱回归祖国，啊，就安尼死啊。迄阵尾啊，美国解密的资料内底有讲啊，美国因有先来调查台湾的民意，啊，就是发现安尼啊，所以毋知美国人派船保护国民党来占领台湾，甚至占领台湾算占领计划啊，迄伫国家档案局，我有一天看着讲，这国家档案局伊家己写安尼啦，咧马英九做总统的时我就甲登录落来，尾来拢找无安尼但是这因家己档案局内底，台湾县占领计划，伊知影这是占领啊，蒋介石嘛知啊，占领是安怎？这咱去看迄个啥，迄战后的迄个命令第1号，第1号命令，迄阵麦克阿瑟伊去占日本，占落去，伊就叫蒋介石占台湾甲越南，是安怎越南？人较巧啊，越南人讲我甘愿去骗迄个什物法国人的使，讲我互你中国人来管啦，所以。越南人伊今仔伊就无这个问题，咱就是清唱尾啊，到1949年，国民党规个失败就规总来啊，这历史的错误啊，历史的编剧就是安尼来啊，所以102吼，毋是讲绝对毋是讲这，咱那个正名无你讲托管嘛，咱是要托管，还是占领？有人讲再门行，咱也是一个较好的名，这功课大家等于大家想我嘛毋知影这个较好，咱嘛等过来公投，这较有趣味啦过来你看11月19中壢事件，中壢事件头一摆用选举有法度，互国民党安尼行啊死死困，就是即摆，系啦，所以这其实是对台湾历史嘛影响足大，但是到底是好啊歹影响我毋知啦，因为有一个教授来讲，你爱写一篇讲这选举就是因为台湾人爱选举这会好甲即马安尼规个安尼乱吵吵，大家为着选举因为台湾即届你着看市长选举选甲诚袂看伊钱开甲趁海啦你看来规个互人印象足歹有一个教授来讲叫我去写这个，我无法度啦但是不管怎样，老实讲，伫阮开始叫我头示威迄阵，我真正迄阵我拢想袂到讲我迄个到我死之前，我拢想讲我看袂到国民党倒咧，迄阵国民党较强啊，因为这你嘛有安尼个心着，咱看袂到国民党倒，太弱了所以，但是尾了咱嘛无几个人在拼拼到即摆规个拢解决啊所以爱拼才有才有法度。时间过来，美丽岛大台岛，因为迄记者10年以后就甲讲美丽岛，啥物叫做美丽岛事件是安怎？因为咱美丽岛迄边嘛拢无咧纪念啊，拢无这真趣味，我说。奇怪，你民进党你若毋是美丽岛即个事件，台湾伊今仔无法度摕到政权，是安怎？即个代志你拢完全拢无咧摕起。单独伫高雄做市长做安尼久啊，你美丽岛敢若有啊？设一个捷运美丽岛站，你也无人知影，啥无人知影，无人知影，所以这真严重个代志，这就是爱讲啊。你看咱去日本迄个长崎啊，是遐啥嘛？迄人逐个因个国际的学生一定拢会去遐看，去遐互因知影这历史这故事，迄个历史才有法度传互，搁一代搁传来，对无？所以这就是讲真正咱台湾
尤其是过去叫国民党洗脑即久吼，咱若无家己的民族英雄，无家己的纪念日，家己感觉足光荣的，会当安尼世界去讲互听的迄个故事，咱无法度有咱台湾的共同，迄款的怎讲？你有一个国家的概念一定要安排啦，吼，所以今仔日就是讲。结束课。唔是说啦，大家做伙，我是这叫做抛砖引玉啦吼。看，我真正足深的感受讲，咱大家爱做伙，大家想啦，因为这其实无遐尼困难啦，对无？无遐尼困难啦，吼。系啊，感谢我开始我安尼。敢有在座有志，若这要请教阮真这问题，或者是讲对拄则伊所分享的有啥物想要发表意见，拢会使举手吼来讲。还佫有淡薄仔时间。先简单自我介绍者。我叫陈宝德。我拄仔想到一个问题，但甲今仔讲完全拢无关。因为我就是拄仔你讲以前的历史的代志的时候，我才想着讲，网络有一个人叫做伊是叫陈真嘛。伊听讲我拄仔去查伊本名叫啥？陈兴正还是陈正兴？但是我一直因为伊讲的代志，我一直拢足怀疑，我想讲，敢真正有即个人，还是迄是人咧编的故事的？所以我想要知影讲，到底这也是真的还是假？还是讲？是国民党派出来来做迄个讲，就是迄个编故事，我毋知影是毋是。你莫是讲即个人吼？对，是毋是有即个人？你迄个时代，敢真正有即个？确实有即个人哦，对啊，我知影即个人，我足久无见面啊。伊叫陈兴正啊，迄个五兴来兴，就是正好的正，笔名就是陈真，本来是一个古早是医生，我即马毋知伊还佫咧做医生无？古早是一个医生，毋知你是对伊的言论来讲，还有啥物迄落了？啥怎你会想到？因为伊拢讲啊，我嘛毋知哦，这伊讲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当然是拢，怎啊讲？甲今仔日的主题敢有啥物关系？无，因为我想讲，你迄个时阵的人应该是会拄，可能会知影这也是真的假，所以先算问。真的啊，对啊，我你讲的啊，我敢有搁较要补充的，补充。伊都真久拢无消息了。伊毋是阮恁这去演的，伊是我这演的。伊嘛是高雄医学院出身的一个，反正高雄医学系啦，古早捌有一站伫咧社运界，毋过落尾毋知走去倒，敢若捌出国啦，读册也是创啥，落尾就拢无看着所以嘛毋知伊做医是咧补啥。敢有其他的友志对今日阮真这讲的主题，或者是对这所有的纪念日有啥物要补充的无？对啊。嘿。我感觉讲，这个代志吼，咱即摆执政吼，我无感觉讲咱咧执政。不管是中央还是讲台北市，我拢无感觉。台北市，咱就莫讲，还是讲，今仔咱阮真也是平我咧讲这个话吼，咱这个纪念日真正，咱家己民进党人嘛无人咧讲。即摆的囡仔真正防防疫是叫做啥？啥物美丽倒数名，啥物中立生活，根本拢毋知影。即摆囡仔根本拢毋知影。咱记的人是毋是讲，还是讲小英子伊记的人根本就，伊说你的他听他的，你咧讲我来听，伊根本就无咧管你啦。这是实际，我感觉即摆选举了吼，所以个选举了的时候，这个代志吼，真正爱甲印证起来吼，应该爱，咱是执政党，应该爱甲提出这，你立法院嘛是过半啊。我们在纪念日，我们说了就算了，为什么家己民进党人无要去做？这有一个代沟啦。
这立委吼有带过。从我的眼中来看，第二件代志就是讲，即摆目前所拄着的代志吼，台北市吼姚文智甲即个孙英雄国去甲新北个孙英雄国去甲调查，我感觉这真无合理。啊，为什么从叶金兰为什么台北也无，新北也无，拢无伊的份？啊，为什么高雄吼？为什么导致他伊就坚持讲要去叫孙英雄？其实，按阮的角度来看，孙英雄实在是已经过气了。你讲啊，迄海火药伊迄当然是像西湖公山的，在我们眼中吼，我在戏里头眼中，那火药伊在西湖公山的搞音啊，根本就没有念过大学嘛，什么警察博士，不知道怎么来的，我就搞不清楚。管系所进进出出的有感觉的人嘛，我很清楚。所以这回讲台北市姚文智，我不是不支持，因为他根本因的城市还不够，根本都无搞。你小中庭，去甲小中庭是民进党的上市，去甲民进党国民党的下士郝龙斌，并不得输伊啊！为什么我唔知这你说这派系人士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谢系的人出来？以前好像是出来，伊嘛是袂调了。所以政府讲因咧叫严胜官因咧叫我，但袂调，然后你搁安怎讲？无采遐时间啊，你知道？台北市就搁安尼，搁继续沦陷落去。新北那叫刚刚我们婉珍讲的，所以说拿输去，那叫好友应啊，真的击败双地的胜失败啊，这个我搞不清，为什么说业绩还很好的人选，为什么不愿意推他出来？其实我刚刚很奇怪，谢谢。讲到纪念日吼，前一阵仔有教师联盟的朋友吼，应该是已经几啊档啊，拢咧送迄个台南市吼，有唐德宗老师的纪念日，3月13，就是伊受迫害害死迄个日子。啊，搁另外就是嘛是有专团体咧送迄个陈志雄纪念日，吼，2月7、8，反就是嘛是受害纪念日安尼。所以毋知影阮因这对即种就是讲历史较有关系性的即种历史人物的纪念日，是毋是？阮因这有变个补充者。我想咱今仔日讲的是纪念日啦吼，这就是咱要建立一个国家，若无这内涵。什么人来执政，其实拢共款，所以你讲的足侪无奈的代志，就是因为过去拢无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迄个部分我嘛无法度回答，阮即嘛毋是民进党的党员啦，我至少我相信有在座真侪朋友是感觉讲，建构的工程有足侪物件，较基础的物件较重要。若无的时阵，就是你若无教育、无文化、无历史概念你因来你什么人来执政拢共款啦，其实共款，你国家无方向嘛，所以讲，拄仔咧讲，我讲我记几个是记几个例，大家来讲，要讲像你讲对，陈志雄迄嘛是足了不起的迄个。过去历史上足侪代志，迄拢爱甲做起来。你讲我拄仔建出来，迄叫做国家的纪念日，但是除了国家纪念日以外，咱台湾少嘛有足侪无共款的纪念日啦，比如讲护士节，什么律师节，大家记者节，记者9月7日记者节，拢有啊，所以迄纪念日在理的我是安怎？对这纪念日我尾来愈来愈感觉咧足足的，因为我有时伫地方咧甲记者讲伊甲我讲，你袂使去创啊啦，咱已经放假放伤济，我讲奇怪啦，你都后袂放假对无？纪念日无一定爱放假，但是纪念日爱有意思，爱讲咧，大家会去拍着你个心肝底，迄款诶，迄才是咱的纪念日，国民
分拢要甲咱洗脑的，互咱一寡有诶无诶遐，迄对咱来讲，迄就13天外，甲咱无关系啦。吼，啊，所以你拄仔讲诶，迄拢足重要诶。汤德宗，哦，啊嘛有人讲8田羽衣，对无？吼，做迄个什么乌山头水库，吼，日本人，啊，佫甚至一个日本诶总督，我去访问迄三峡祖师庙，吼，诶庙口，迄郑老师哦，伊就讲啊，伊讲，咱日本迄总督，伊交代讲，伊若死了后要葬咧台湾，吼，迄个临时总督嘛，吼，结果到尾啊，迄个什么14号公园，咧迁的时阵，伊所全无地台呢，吼，啊，听讲有几个台湾人较热心的，才佫甲选去迄个成绩，嘿，选去迄边安尼，啊，即摆遐有剩一个鸟居啦，我去遐看吼，迄个14号公园遐，吼，啊，所以因就甲我讲，咱这日本人，吼，啊，遮尔伟大，啊来，伊就讲伊死要葬咧台湾。啊！你怎个是白仔到即摆还佫毋葬咧台湾？佫铺棺铺伫遐，吼！啊，去互拍一个菜，迄算对你足客气。哦，所以这就是足济，我感觉纪念日毋免嫌伤济啦，吼！该纪念的拢该纪念起来啦，吼！啊，串联起来就是咱的历史嘛，吼！啊，迄个历史起来足济故事通咱讲嘛，吼！莫讲建讲就拢讲中国的，吼！讲啊，恁台东恁妈祖嘛中国的，对吧？讲迄甲迄个对无，足无意思啦，嘿啊，所以我讲诶，我迄是几个仔例啦吼，啊，大家较知影，啊，但是剩足济迄，甚至安尼点点仔做诶吼，真侪人对台湾有确实有贡献诶，人也好，事件也好，吼，啊，一寡咱大家会当大家有即款诶共同诶迄款心会当合作伙，迄就是咱诶上好诶纪念日。燕老师用咧遐，我都甲大家讲几句话无？是吼。哈，我是超工要留一点仔时间，互咱这对无？这咱这是中辈的作家咧，吼，伊是迄阵啊，人讲农民作家，但是你即摆去甲要甲迄个什么 Google 吼查无啥有，所以这就是足侪悲哀的代志。吼，过去咱台湾迄阵啊，美会岛进前开始安尼拍拼，吼，美会岛逐个拢掠来去管，干那一家一个去选迄个农民团体的立委，咱知影阮袂调的，吼，安尼伊去来说安尼有伟大。这个。各位。反正我讲话可能无啥好势，我是惊死人，我只个开玩笑的人，我开玩笑对象先反对意向，我真是村人，用村人的修理，真是。我若甲你斗相的者，伊较早咧写的物件，真爱开玩笑，啊，伊的对象是原定意向的，吼，啊，伊咧写对联，伊足深切的对联。我对联写个叫美中国来保护伊，有一年都美国个材料更高，还是两个车来，美国总统英国苏维贵访问。我车在村人的搞嘞，搞了咱7点钟已经人来啊，来，我无伫问，迄啥意思？因为是村人啊，什么意思？了，叫我这个安全住所，我无去，我也唔得去，迄所长真生气了，反正是你村人什么意思？我村人那什么意思？伊讲我你个身份访问材料，这是对台湾是真严重的代志。啊，你写你爱知你意思？我跟你看就知嘛。伊讲你这边是中华民国。啊，这边是尼克森，我就做遐，
我讲一边民国生，一边中华民国，哎，村内，我迄毋是村内，我现在毋是村内，咱村内天对地吼，为是这个对古啦吼，村内是对古。我安尼讲毋是村，因为毋是村内，我所知影吼，你是说大成了吼，咱是美国的附庸啦，叫咱坐咧，咱毋敢徛咧，叫咱扶咧，咱毋敢坐咧，啊，今日伊要过美国，毋要过来了，对咱讲真过分。伊讲迄个我到，村人，我安尼村人，因为中华民国4字，年好春3字，年好春对不起中华民国，迄个毋对，因为年好春3字，中华民国4字，这个人是，我的意思是，我表示抗议，但是毋对，等报告。真济。安尼跳舞，伊就是对联吼，对联拢爱对句着，吼，伊说甚至平仄拢爱对，但是伊过年前伊就去搭春联，一边搭中华民国，一边搭尼克森。3、2、4字对袂起来啊！啊，迄警察啦、管区迄啦，逐个拢走去找伊啦，想讲你是咧写啥吼？啊，一直找伊结果找到尾伊这拄仔咧讲的讲，台湾就是美国的附庸，你尼克森要去吼，你对台湾讲对不起中华民国嘛，所以尼克森对不起中华民国嘛，对不起啊，嘿啦，对袂起来，所以尼克森对不起中华民国。安尼伊才好好等去报告啦，无规工拢互人吵甲嘿。阮咧管理嘛，搞得生意员，搞得小小的生意员，为了小姑娘讲用咩？小姑娘你个歹咩讲？晓帮你，我那个歹咩讲叫爱做，晓帮你。我讲述伊村人晚年啊，杨奎4字。杨奎晚年。啊，也调晚年去调理也相左右，双胞老农民，理学抗日文学，抗日文学。抗日文学。你讲理学抗日文学。吕次写。吕次几啊摆拢写抗日文学吼，上报先啦，杨奎一个小说。哦，宋抱夫嘿，理写抗日文学，对。绿岛一趟12年了。绿岛一趟12年。无，迄是。2到当年。无，迄是。对，后面的。迄是后壁迄句。前面应该是42趟30趟，42天。真理呢？那个地方。40天了。享受保守也就7年，是保守一族7。保守一族7年。宋抱夫，宋抱夫就世界小说奖嘛。宋抱夫一篇和平宣言，一篇和平宣言，就过一趟12年。是绿岛。一篇和平宣言。绿岛一趟12年。享受祖国温馨。享受祖国温馨啦，哈！伊一边是祖国温馨，一边是对异族清零啦。异族清零就是讲伊写遐尔济，这去用过42天尔，日本时代。几啊届这是系啦，尾个国民党来了100年，干那迄个和平宣言，一届就关12年啊，迄个，所以伊迄个叫挂在上中啦。
享受祖国温馨。我无当还惊死，所以毋捌参加自由运动。我问迄照相无啦，当我就是2年倒啦，80年代啦，后来倒所有拢有爱文章，但是为保证我真善良，毋捌讲咩，毋捌咩做讲，安尼就讲，人绝对以仁爱为出发点。伊讲伊真善良啦，毋捌讲咩啦，吼，啊，毋过伊迄文字哦，嘿，伊迄文字哦，你看着吼真艰苦啦。所以像馆长哦，我交代身边人，真个人，小个咧，你甲朋友你讲人家好，我就忘记。每一年，你像即款，咱台南过美国遐旅游时，拢拍来问数码问路，讲朋友咧，阵今年写啥物？就是我们写啥？就是数码问路，教讲无你着后摆，莫我决定咧，你着有迄记先写出来，咱我，迄阵阮家等于是一个景点，大家来拍出来。伊倒伫社头啦，吼，啊，因兜就景点啦，逐年人拢要去看春联。搁海外搁有来敲电话去问数码文物，讲啊，今年欢迎你写啥物春联？即个有无？今年有无？这个我处理啊。看我注意啊！我伊即几年伊就专心整理台湾嘅客家话啊。哎，刚前面出一本尔，哎，像我迄本足大本诶啊。你有无？还有嘛？然后我以前你开会在发生代志，你客家话语咯，但发生代志。都该说那些，能很了解。伊拢用诗书吼来解说啦，所以个客家话嘛是，啊伊嘛写足侪像讲国话吼，另外伊内底有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吼，伊捌写一个好像英灵啥物《流浪记》。有英灵哦。毋是 baby。袂出事的英灵啦。哦。你捌英找到了舞啦。哦，因为后面来。哦。包括马上，你哪靠来谁聊什么？很有味啊。哪靠？就让哪靠。是吧？聊本安啊，聊本安啊。聊本安，我写这个，你捌有人变星星了？哦。你捌有人这个聊那个星真星。当然吼，我写我拢处理法律问题，暑假讲吼，讲台湾。律师啊，真正，但是唯一用第一个写法律语文写得小说更完，伊个拢啊，我现在是困难吼，我讲个足济，包括你捌有人小巴嘛，因为我嘛小巴，了本啊。然后阮马高文宣布上天大学要对民用啦，民用文员、嘉义市、嘉义县，
大人，人家如果人传递弄保证，等于讲保证讲政治的，政治分明啦，分明讲政治分明啦，在啦，甲伊用我们自杀啦，哦，啊都马高文，马都宣布政治大学不民用，那多少什么人我唔知，叫他们搞个，我判断你，马高文这样宣布，反正大学都民用，那讲讲安尼。我请，咱这个这种讲落，我随时去找廖学本，廖学本带来，我是艺术老师啦，廖学本导演，伊个是主办嘛，我主办拢哪样子，伊也摸到啦，我这处代志咁样啊，因为因宣布中正大学无是民用，伊要700多上啊，这是严重啊。所以我来我做手艺，我你搞什么？那不然呢？也无你唔知啦，反正你无，我已经讲讲了，可能我一定要做啥？讲你也唔生气啊？因为我讲讲了，保证要做啥？用你唔生气啊，保证孬好。伊拢无咱唔知啦，伊就莫搞大学去到因兜代志了，阮这厝诶，因为几十个人拢出来个，我讲用黄顺德是高雄市诶市政部主委啦，黄顺德讲郑顺龙当选地方委员。伊要自杀啦，人有自杀我无啊，而且好少升官，讲伊可能伊唔知啦，都甲唱落人，我看伊摸到，人摸到就无爱呢，无爱，伊无爱呢。矛盾无来啦。这方式人所以我就表示开玩笑，搞这地方委员唱松树，这个应该阿伯这两辈真正真是啦，而且最主要是啥？我就想拢注意，无问到库存的，派给我一3、4点的瞬间。阮太太就真好处啦，阮头下代志我唔知。你说人讲到人家灵异啊，讲我讲张，OK 个，无啦，张正雄啦，我车去了呢，我那个你选那个，跟人不手帕，有那么厉，你讲呢，我这水，我问啦。我自杀啊，无自杀，更想受气的，更想的。所以我就想，我甲因拢无看到因老讲的，我是大家快乐就好。好是的。我3本册拢无买个。拢无共的，伊出30本册，内底拢无共的啦，伊拢无共的。怎你去到你？前位。我前一本尔，我发一本迄个。迄
迄拢哦，可能，迄哦拢几个十年前这哪啦？哎，你到这哪这啦？哦，这全部啊，全部放一部给开了多年。哦，就这哦，以前有迄什么谈笑集啦，你知哦？谈笑集哦。多谢大家鼓励，今日的声音特别好。哦。听无你讲声。因为即几年吼，因为即个拄好才开刀，所以讲话迄声音有时啊无法度发甲足大声安尼啦。哪讲哪好对吧？我现在讲贵妇，真意外嘞。有他们两年台湾都个人话，台湾人。最重要的少。最重要。但是台湾企业有这问题，难判的话，可能你难，这点没什么，这点中间人嘛，中间不就好了？我们是说，一边也都是下去，我反正屁股，不要再弄了，那这个。伊足济吼，伊咧写文章阵，伊有一篇足出名，做水老师，吼，伊咧经批，因咧地方政府逐个塞来塞去吼，就讲迄一个人自杀吼，死伫迄个圳沟诶，圳沟尾去鼓起来了吼，鼓起来了，一个伊头伫石头乡，骹伫迄电中间，吼，就。小头的警察讲，这卡伫你边迄你来处理。电话讲，这头伫你边迄来处理。伊咧警批讲吼，因这官僚吼，伊比这警察上吼，大家就会睇就睇，会杀就杀安尼啦。所以伊足够警批这啦，吼，写咧足侪地方的故事吼，有影伊拢无共的哦，吼，伊拢写咧足好笑，你看爱笑吼，毋过笑代志。迄着爱因遐同事者看到是安尼艰苦坐挂。所以伊是足多产的，伊写足侪物件，足侪文章。哈。电调你讲更老嘞，更老了。这边叫伊动来，你别去。我醉啊！这个成语啊，这个啊。所以说，这个今天，原来这个我教你们，我们知道我们也没中文，这个讲话对不对？这个1万到2万，像台北站。站了，滚出声。所以，伊当时介入的时阵，所以国民党嘛毋知影要哪甲处理啦。伊又无真正无骂人啊。我是什么呢？我是那个公司就这样，我烦恼。想要变做电影啊，我想要甲写剧本啊。哦。真起来，反正就是小人吃饭，伊在饭上上多呢。伊是足基层的，伊比是迄个农民的，也是基层的，或者生活上伊写得足传神的。咱就是请阮先生从你今日的主题是2分钟的简单的这个结尾讲话者，时间嘛差不多啊，请阮先生。今日真感谢吼，大家咱做伙来，大家来思考。其实这个问题，像是拄仔有人讲，这一点仔困难拢无，但是你。有人有去想讲，这个代志有重要无？这较要紧。
所以讲，你若要较体贴来讲啊，我都爱要叫国民党补到即个70年吼，所以真侪代志爱改革吼，所以我都处理到遮环境，啊，咱就替伊斗想吼，这全面大家斗想、斗出来、斗做、斗散，吼，啊，一定有效啦，一定有效。但是咱若无讲，吼，因为我先啊足有感触咯，有一个少年朋友，啊，就走出来，就咧甲我讲，啊，咱遮个独派的前辈安怎吼？意思讲，伊真想要去请教独派的前辈，讲未来要怎做？吼，啊，我甲讲一句有较激烈一点，我讲吼，台东若要成功吼，就要遮前辈拢死了了，才有法度成功啊！吼，就敢若亲像人讲，这台湾的即个过去洗脑遮个吼，咱若要甲反洗脑吼，就爱阮即代遮拢死了了，才有法度来吼。伊我事特别啊，阮咧同学的群组内底吼。哦，迄传的迄物件，你看袂落啦。看袂落。吼，我咧讲这个是，足侪人就是讲吼，槟榔你嘛是啊，所以毋是干阮即下的咧，吼，阮这算啥？迄个做啥？因讲做三年级的末段班，吼，你4、5年级，反正6年级还搁安尼哦，吼，拢共款哦，所以因咧足强的哦，吼，所以讲吼，咱真正你若吼，咱有位群主，你来看着落，吼，但是咱要怎做，吼，所以我个少年讲迄个等阮台湾死了了吼，才有法度，无去互洗脑，所以咱家己爱反洗脑啦，吼，过去叫洗脑这毒素足济吼，即摆要咱把这毒素了清掉，即摆嘛还袂清掉诶，吼，咱家己有时家己无自觉着吼，感觉爱家己豆豆清吼，这真大诶工程吼，所以其实今仔所提出来，迄是足少，是敢若讲，迄逐个拢知诶代志吼，莫讲逐个拢知啦，就讲咱若较有关心诶人，拢知影诶即个代志嘛是，伊嘛无法度家己去做记录，准讲有阵电南洋小事啊，遮尔大诶一个代志。伊嘛甲用做言论自由哩，我来看下，感觉迄是甲地南洋降价，吼，所以咱就是希望讲吼，会当建立咱的国家纪念的即个，共即个时阵，咱爱互即个正确的一寡的即个理念、即个物件、即个意义，爱互凸显出来，吼，这是咱的建国工程上基础的啦。我定咧想讲。咱较早定咧问讲这孙文孙大炮，吼，伊讲就干那会晓弄大炮尔，会晓讲会晓安尼去日本，甲人日本婆仔嘛甲人生囝啥安尼吼。毋过咱较早有读过啊，迄种甲咱洗脑的吼。伊迄三民主义啦，啥物建国方面、建国大纲，人吼写讲我未来啦，建国有成功，要倒去说南方大港、东方大港，有话有讲啊，吼，请问。咱即摆的执政党，敢有甲咱讲，我建国若要成功，伊无哦，伊讲我遗弃严重，吼，伊讲戒严的时阵，啥物人是选择，大家嘛选择服从，阮着无服从啊，是阮这个无服从的人，才互你今仔有这个位，敢有是安尼？吼，所以迄个理念、迄个物件，真正是爱用足侪精神落去洗啦，包括这总统也爱洗，包括派迄个洗的吼，系啊，所以。咱若想着安尼，咱就会感觉讲，其实咱并无足强大，毋好感觉讲我就一个民间的一个人尔。其实毋是安尼，每一个人吼，咱若逐个有迄种共同的意识，去落去做，吼。像我咧讲，阮咧讲某3日，嘛才4、5年尔，人迄游戏软体就做出来啦，吼。做出来有差无？有啊有差啊，吼。我迄学生囡仔甲我讲，人因迄课本内底嘛有写出来啊，吼。听讲今年迄个，佮有教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诶。阮迄阵咱迄阵读是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对无？吼。即摆讲今年还佫因遐囡仔还佫咧读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改一年尔，中国改中华，吼。这爱
提掉啊，听讲明年要提掉啊，吼，明年课纲提掉，提掉，我足想要讲来从台湾文化基本教材，但是咱遮个基本的物件若无的是，好啊，台湾文化基本教材，伊搁甲你摕一寡不得不切的下落去，迄嘛是共款，对咱来讲，迄拢了然啦，迄种我搞得爱有正确的物件，所以咱即摆是爱认真去收集吼，遮个台湾历史上重要的物件，正确的互伊凸显出来。吼，安尼才有法度建立咱的真正台湾人主体的意识啦。吼，迄阵战争，台湾人迄阵啊为着离厝世较侪，日本人拢总有征召差不多5万人去做兵的，吼，死去的甲失踪的，毋是5万人、20万人，但是死去甲失踪加起来超过5万人，吼。台湾人为着要保护家己的国家，吼，付出遐侪性命，嘛逐个。足够战争的呢，所以迄阵明白的是啥有法度甲国民党拼，就是因为因拄足侪人拄则去做兵蛋啦，吼，足够战的啊，吼，因讲中国兵也是拍输走尔安尼尔，吼，所以咱其实咱的历史有足侪足公平的物件，咱敢若唯一一点无就是咱毋捌有建立国家的经验嘛，吼，咱日子过去遮久来，足侪遮个真。惨痛的教训来吼，咱即摆就是爱真正爱好好按这上基层的工课来做，吼，做落去了后，咱毋通甲讲你中央呢基本教材摕起来，我要用台湾文化基本教材，就是你若无教材你讲来，伊嘛是佫讲遐543吼，迄拢无路用，吼，所以其实这代志一方面咱会当督促政府因来做，一方面咱家己嘛会当来做，若做无好咱做无看，吼，是讲咱逐个。做伙来拍，感谢。真济今日的分享吼，先请拄仔好有一个活动吼，是台志乡甲太原部的新闻新资料研讨会，伫即礼拜六的下晡2点至5点，伫台南会会馆3楼吼要举行。啥物讲新资料研讨会？因为有一位交代的蔡教授，伊有找到即个台志乡教授，台志乡先生的看守。即个我资料对啦，吼，有甲整理分析，所以要伫咧即个研讨会内发表。主讲者除了即个蔡教授以外，蔡燕玲教授以外，还佫有即个陈怡清教授啦，吼。评论人有请艾琳达甲高金龙先生吼，若是有即个消息，互大家知影，若到出来会当尽量参加啦，吼，来佫较了解陈志雄先生甲太原事件遮个代志安尼。咱的即个台语沙龙的讲座，就是对即个月今仔日开始，就是要甲台湾管区协会合作啦，吼，所以就是咱至少今年所规划即7月到12月吼，拢会伫即个所在来举行。后个月是较即个特殊的时间，是因为配合迄个主讲者林茂贤教授的时间吼，所以后个月是7月11吼的暗时，跟第2个礼拜3啦吼暗时共款伫遮。因为林茂贤教授是研究台湾民俗吼的即个专家啦吼，所以伊要来讲伊所即个专业的即个民俗的即个主题安尼吼。8月初1是邀请陈友峰教授要讲伊即个环保吼、生态的即个运动的经历啦吼。所以今日伫遮。一方面是咱第1届伫即个台湾教学协会嘛吼，希望讲咱各位兄弟友姊会当搁把即个消息传互更较侪人知影，会当后壁遮个逐个月的讲座共款吼，会当招朋友来参加安尼。咱即个现场遮有一寡基金会所出版的台湾通信网络杂志，或者是搁有即个东野奥运吼，2020下名的即个第2阶段公道连书单吼，假使还袂写的吼，会当来写，或者是你有想要摕一寡转去互其他的亲戚朋友写吼，欢迎会当来遮摕安尼。好，今日的即个讲座到遮，感谢大家参与，多谢我真济，多谢大家。